来看运动的消息，中华职棒卫冕军中信兄弟昨暗时呢，向宣布讲要换掉2连败的总教练林维竹。这个林维竹啦，改由这个原来本来这个副领队甲农场的主管彭正敏，要接掌兄弟一兵的兵符。这个领队老志伟接受访问时讲啊，甲最近球队的表现无啥真好无关系，是球队球团长远的考量。只是讲这个代志伤过突然，未少球迷呢未当接受，拢一直骂，未讲这个无妥当，连日本的媒体嘛拢开始关心。职业球队换教练无稀奇，严格雄雄在咧比赛了后宣布要甲总教练换掉，就真罕见。中信兄弟昨和富邦比完赛了后，就来宣布，三队拍下2连败总教练林维竹要转做球团海外发展的顾问，该由副领队彭正敏接掌兄弟一军的兵符。教练团雄雄来改组有8人移动，除了将林维竹来换掉，一军的投手教练佛斯特嘛转做农场投手发展的总监，该由原本2军投手教练王建民接手伊的位置，大家就拢真好奇林维竹是安怎雄雄会互换掉，连日本的媒体拢开始关心，球迷之间更加风声讲是和董事长高仲良有关系。我想传言的部分我就不一一回复吧。对，那站在球团的立场，绝对是从这个球团的长远规划、人员的调整来做考量，没有像传言写的那个样子。今天开季的这个战绩没有关系吗？战绩我们去年的战绩刚开始，其实跟首位的差距比现在也还大。对，所以跟战绩的部分没有直接的关系。毋是因为战绩表示是长期的考量，严格说选择一个比赛开始进行1个月，雄雄来换总教练。虽然讲时机真敏感，严格对这要上任的彭正敏犹原是真有信心。恰恰这几年就是担任副领队跟农场主管所以他对于球队的整体的规划方向是非常的清楚。那再加上经过这几年，他也对于球团的这个行政业务也都有涉猎对于年轻球员的掌握，以及我们各个不同阶层的球员的掌握，他也相当清楚。虽然讲因为讲是兄弟灵魂的人物，领队老志伟嘛表示讲，伊一直以来拢是球队培养的重点人选，只是伫咧开战进前换将是兵改大禁忌，免话伫咧短时间内安定军心。恐惊是彭正敏伫咧5月12号头一遍上任，对上统一赛第一个当着的难题。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